歡迎嚟到 The Union View 豪華公寓，你會受到歡迎，並被邀請進入一個位於內庭院、私隱度極高嘅入口。喺嗰度，我哋講緊嘅係令人眼前一亮嘅外觀，係雙層挑高樓底同埋宏偉嘅大堂，係大理石飾面最頂級嘅物料同設計，務求令你同你嘅賓客都感到賓至如歸。公寓生活最吸引嘅地方，在於佢將你享受嘅室內空間同埋你作為 The Union View 豪華公寓住戶每日都可以享用嘅室內設施完美融合。無論係你定係你屋企人，呢度都有數之不盡嘅活動等緊你嘅。發展商 InCan Developments 精心挑選嘅最優質嘅設施，即係大家每日都想享用嘅嘢，並將呢一切匯聚咗呢座獨特嘅精品建築入面。呢座精品住宅將豪華喺室內設計同充滿活力嘅戶外空間無縫融合，確保你同你屋企人隨時都可以睇。歡迎參觀我哋嘅銷售中心，親身體驗 The Union View 公寓令人驚豔嘅設計。